嘉义县文化基金会为着要保留传统的工艺，所以邀请几位导演，应用4天的时间，伫全县的18乡镇当中，替36位在地的艺师来完成纪录片甲出版册。因嘛来举办展览，希望讲会当传承甲保留在地的工艺文化。梅山乡的竹编头人、太保市刷厝的功夫、大拿镇的布袋戏红仔衫，来自嘉义县18乡镇各共36位传统技艺的工艺师，用生活甲信仰两个主题，做伙伫嘉义县中部国村农创园区举办展览。一定要去传奇的记忆，那老传承，新的发掘了哈，那甚至讲赋予它新的价值。保存这文化。这传统文化较少。嘉义县文化基金会用4天的时间，替36位工艺师翕18出纪录底片，佮整理完整的资料编做册，要来送予县内的学校，希望传承在地文化资产。会使经过咱即届的展览会使予一寡少年了解讲咱过去已经强要袂记的技术有偌多。若少年有想要了解，其实咱即个艺术就会使豆豆流传落去。那有一些技艺，它可能快要失传了。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展览，然后借由这一本出版物，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说，嘉义县其实是非常有文化力、有软实力的。文化基金会讲，展览为10月初6开始，一直到10月15。除了展览实际作品，会场内底嘛放上工艺师的纪录底片，希望替民众对传统技艺带来更加新的认识。记者刘慧婷，嘉义报道。